我哋都講過好多次㗎啦，本地咧好多華人咧係中意唱歌㗎，亦都有唔少組織咧係積極推廣本地嘅音樂文化。其中一個咧，我哋幾年前訪問過嘅音樂組織叫做極瀟灑樂團 Excelsior Music Group 嘅。佢哋嘅特色咧，唔單止每年舉行大型演唱會，更加會配以現場嘅管弦樂團演奏，令整個氣氛同埋音樂感咧更加強嘅。佢哋喺今年初咧，更加係獲得呢一個嘅慈善組織嘅註冊登記資格嘅。到底佢哋希望推廣啲乜嘢活動同埋服務呢？而佢哋即將喺11月中舉行嘅週年演唱會，今年又有啲咩嘅特色呢？今日好高興咧請到極瀟灑樂團嘅音樂總監關潤添咧同我哋傾下㗎。係啊，歡迎你 Timothy， 你好。歡迎你Kenny， 大家觀眾大家好。係，唔該晒你嘅時間先。嗱，雖然我訪問過你咧，但係都幾年前啦，可唔可以好簡單再講講呢一個嘅極瀟灑樂團嘅一啲嘅背景啊，當初成立嘅一啲嘅宗旨啊？我哋極瀟灑樂團咧係建立喺11年前啦。咁每年咧有一個音樂會嘅，都係一班嘅音樂家啦，同埋一班歌唱家係一齊去組織呢個音樂會。咁我哋以前咧，亦都係以後嘅目標咧，都係捐贈一啲金錢俾一啲嘅慈善機構。咁以前咧，我哋包括有兒科醫院啦、中風基金啦，或者癌症基金啦。亦都宣明會啦，亦都舊年咧就捐俾呢個 Markham and Stouffville Hospital， 係造福好多嘅即係唔同嘅慈善機構嘅。咁先講講我哋即係認識你最初就係你哋其實每年嗰個音樂會咧，主要都係有呢一個管弦樂團嚇，即係唔同一啲話就咁即係幾個嘅band 啊咁簡單嘅，係一個大型嘅一個音樂嘅喺後邊伴奏啊咁樣，甚至係主力嘅演奏添。係咪呢個你哋嘅特色之一咧？呢個唔單止係我哋嘅特色，亦都係我哋個主要嗰個表演嘅情況。唔單止係一個管弦樂團，亦都有流行音樂嘅，譬如有加插一啲 bass guitar 啊、jazz drums 啊，或者 guitar 呢啲咁嘅元素。另外咧，亦都加咗一啲叫做 choir 嘅 backing music， 即係有 choir backing， 哇！你好大場面嘅咁嘅形式去演出嘅，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呢個就未必係即係其他一般嘅音樂會或者演唱會會見到嘅，比較大型啲嚇。我哋咁講，咁我知道更加恭喜你哋啦，即係你哋喺年初就即係對外宣佈咧，你哋就獲得呢一個嘅慈善組織嘅註冊登記資格喎。咁其實你哋點解希望想攞呢個慈善組織嘅資格，希望即係發展一啲乜嘢嘅服務咧？其實咧，呢個叫做極瀟灑音樂基金。呢個音樂基金係我今年年初即係春天嗰陣時咧就成立嘅。咁亦都係一個慈善機構。咁呢個慈善機構同呢個極瀟灑樂團咧係分別兩樣嘢嚟嘅。咁極瀟灑慈善基金咧係為多倫多嘅音樂去推廣嘅。咁譬如有啲less privilege 嘅學生想用音樂係作為佢嘅職業嘅，咁我哋去推廣佢，或者俾一啲獎學金佢。咁以後呢個係短期計劃啦，中期嘅計劃咧就係打造一支團隊啦，譬如有一個青年樂團，去為我哋多倫多市去增光嘅。咁長期咧，我希望都有個會址啦，即係呢啲咁我哋嘅計劃。咁呢一個基金咧就唔係單止係音樂人士嘅，即係其他音樂愛好或者好有呢個熱心去教育音樂嘅人咧，都可以參與。明白。係咁啊，短期就希望即係有呢個獎學金嚇，可以幫到啲即係中意音樂嘅青少年嘅，咁啊非常之好。咁當然咧，即係你有呢個基金，當然要籌款啦。咁其中你哋今年亦都有呢一個大型嘅音樂會，亦都嚟緊嚇11月中嘅，可唔可以講講今年會有啲咩嘅特別之處啊？嗱，今年咧我哋選曲咧多數都係選一啲流行音樂。咁唯有最後一曲咧叫做 Teresa Teng， 就係叫做鄧麗君，係紀念鄧麗君嘅冥壽30週年。咁所以今年係好特別嘅，所以我哋就編咗呢首串燒嘅歌曲，為鄧麗君而設嘅。另外合唱團咧亦都唱一首日文嘅歌，叫做《空港》，係鄧麗君當時喺日本流行嘅一個歌曲。非常之好啊！即係紀念鄧麗君嘅，咁啊大家都係好熟悉啦，鄧麗君嚇。咁當然咧講翻，其實整體你哋個音樂會，譬如話有幾多個人會唱歌，或者係一個組合會唱歌啊，甚至你哋嘅 orchestra 其實有幾多成員啊？或者你哋淨係彩排練習都唔少時間喎要。
係啊，冇錯啊。個獨唱家咧大概有11、12個人啦。咁我哋個管弦樂團咧都有40個人嘅，40個樂人。咁 choir 方面咧20至25個人啦。咁其他嘅 production team 都有20幾個人嘅。係。咁我哋嗰啲成員裏面咧，多數咧都係一啲音樂教育家啊，或者一啲學生啊，或者一啲業餘愛好者啊，都有嘅。係咁樣啦。係，我見到好似有陣時有見到呢個豎琴添嘅，即係比較一啲難見到嘅樂器都喺當中係咪？係啊，有豎琴，而今年嘅特色咧係中西混合，亦都有二胡啦，有呢個琵琶啦。一首歌叫做《小都會序曲》，係非常非常流行嘅粵語長片嗰裏面啲歌曲嚟嘅。係，咁你哋個演唱會又有食飯，食完飯就聽音樂，係咪咁樣㗎？係啊，我哋將食飯嗰個時間咧就分開嘅，就唔係食飯嗰啲又唱歌嘅。食完飯，當你享受一個咖啡嗰陣時咧，就開始或者甜品嗰陣時咧，你就開始聽一個音樂，個個坐靜靜咁樣聽音樂嘅。係，咁又可以享受晚宴，又可以享受呢個音樂盛宴，話即係非常之好嚇。可唔可以再同你講講時間、地點同埋即係點樣可以聯絡到你哋，甚至即係支持你哋嘅基金會啊？好啊，係11月15號喺呢個 Hilton Markham Hotel 舉行。係。咁我哋個 website 地址咧就係 www.exrmf.com 啦。咁若果喺 Facebook 咧，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。我哋嘅名叫做 Excelsior Music Group。咁若果聯絡我哋咧，就可以揾買票啊啲咁嘅嘢都可以揾一個沈先生嘅電話係416-618-9282嘅。OK， 咁啊，衷心希望咧，你哋今次嘅11月中呢個演唱會咧都能夠成功，亦都希望你基金會咧可以籌到更多嘅善款，可以幫到更多嘅青少年嚇。唔該晒，有機會再同你傾偈 Timothy，thank you。好多謝你 OK，thank you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咁剛才接受專訪嘅咧係極瀟灑樂團嘅音樂總監關潤添嘅。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啲支持，繼續推動本地嘅音樂文化，同埋培養青少年嘅音樂發展嘅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，稍後仲有其他環節，轉頭見。